傳聞話 KFC 用嘅雞係俾佢哋基因改造出嚟嘅變種雞，呢啲雞冇嘴冇羽毛，用啲管插住嚟輸血同埋輸營養入去，啲骨頭縮細咗，等隻雞會有多啲肉。甚至有啲人仲話呢啲變種雞係有4隻翼6隻腳，諸如此類，所以先有咁多雞翼同雞髀賣。我係 Captain Maya， 我係 Captain Violet， 歡迎登上20號。航海日誌024，變種雞與上校的詛咒。Ahoy Ahoy， Hi Captain Violet， 好開心啊！今日有得食嘢。係啊，你肚唔肚餓啊？我已經空肚準備食早餐，睇下要食啲咩快餐。哦，你中唔中意食 KFC 啊 Captain Violet？ 中意啊！哦，咁我哋今集就食 KFC。你知唔知呢？而家香港嘅早餐 KFC 係有粥㗎。吓 It's not a joke， 係真係粥。吓，點解要咁做啊？而當我每次同人講嘅時候，都覺得好驚訝，因為我覺得佢啲粥幾好食啊！吓，真係咩？真啊！但係佢而家係咪話冇咗葡撻啊？定係唔係香港啊？有香港有啊，有葡撻啊！定係唔知邊個地方好似話冇咗葡撻？一定唔係香港，如果唔係應該會好大反應。哦，好，但係 KFC 人哋出名係食雞喎。唔係啊，佢有個粥嘅套餐係個粥配家鄉雞粒噶，跟住有粟米啦，然之後有個油炸鬼同埋一杯嘢飲。哇，完全唔係 KFC 啊，已經。唔係，有係 KFC 啊，佢有家鄉雞粒啊嘛。跟住就會覺得都幾健康啊，喺 KFC 度食自己呃自己。係。但係你呢個 concept 同我哋今集嘅傳說有少少異曲同工之妙啊！次次都係咁講。係咯，唔知點解我間唔中都會好想食下 KFC。會啊，不過而家麥當勞有麥炸雞，佢嘅競爭對手，所以當你想食炸雞嘅時候，你有時就未必需要只係揀 KFC 咯，可以有多一間揀。都係嘅，但係我真係好中意食雞。但係同埋呢，雖然有好多唔同炸雞店啦，跟住麥當勞都有雞啦，但係我覺得始終都唔係 KFC 嗰隻味都唔同嘅，好難做到。但係各有各嘅，各有各嘅捧場客嘅，大家有大家嘅優點同埋缺點。都係，但係呢 KFC 啲雞咁出名係真係有原因，佢真係有個秘方。即係好似話 KFC 係將嗰啲炸雞嘅秘方係視為機密嘅。好似話啲配料係分開儲存喺2個唔同地點，跟住再由第三方去混合咁樣咯。咁第三方咪知哦？因為佢唔知第一方同第二方係點樣整佢哋各自嘅配料。哦，係冇聰明呢？係啦，所以就算可能有啲出面啲炸雞店想學 KFC 去整翻一模一樣嘅味呢，都冇辦法整得到咯。但係聽人講 Jollibee 仲好食喎，都係各有各捧場客咯。學你話齋，同埋之前呢，2016年曾經都有一個自稱係 KFC 創辦人嗰個 Sanders 上校個侄仔，分享咗佢喺一本家庭筆記簿入面發現嘅秘方，所謂 KFC 秘方。係點樣㗎？佢係有唔知11種香料咁樣咯，寫咗出嚟。咁當然網上都有唔少人根據呢個秘方試過嚟整啦，跟住有啲人整過都覺得好似嘅話，但係呢，其實 KFC 官方從來都冇承認過呢個食譜。但係其實你知唔知除咗個食譜好重要之外，佢炸雞個方法都係重點嚟嘅。係啊，因為 KFC 其實佢會用個壓力炸鍋啊，好似叫做 pressure fryer 咁樣啦，類似嚟到炸雞咯。平時喺屋企啊，一般家庭用嗰啲炸爐或者平底鍋啊嗰啲唔會做到佢嗰種效果咯。所以啲網民還原，但係只係還原咗個食譜，但係冇用到佢嘅方法，可能都唔係100%似，可能都係得90% 最準咁樣咯。但係等陣先，唔好扯咁遠先。我哋今集
唔係真係講食嘅。係今日嘅主題呢，唔係要還原 KFC 個炸雞食譜啊，我以為今集係要研究 KFC 個食譜添，並唔係。係啦，我哋係要研究下有關呢一間大型連鎖快餐店嘅一啲都市傳說啊。OK。可能相信大家都有聽過一啲大大小小嘅KFC 嘅都市傳說啦，其實有好多啊。但係呢，我今日主要即係會探討其中兩個比較廣為人知嘅傳說，即係就好似題目咁樣講啦。Captain Violet， 你聽過嗰啲傳聞個版本係點樣㗎？即係除咗 intro 你頭先啱聽咗嗰段之外呢，你有冇聽過其他版本啊？主要都係圍繞住呢個版本咯，就係唔知點樣基因改造令到啲雞係可以生出好多雞髀啊，咁先可以供應到俾 KFC 平時佢哋嗰啲雞髀餐啊、雞翼餐啊咁樣去使用。因為啲人都會懷疑佢哋嗰啲餐係冇雞胸肉噶嘛，全部都係雞髀，咁邊得嚟咁多雞髀呢？咁樣有噶喎，其實 KFC 有雞胸。有雞胸咩？我哋以前去 KFC 都要特登同佢講唔要雞胸嘅。有雞胸噶？我唔知而家會唔會改咗啦，但係我記得我以前細個去 KFC 買嘢食啦，跟住都要特登同佢講唔要雞胸嘅喎。唔係淨係得雞上髀同下髀啫咩？好似後期係冇特登講，佢都係淨係雞上髀同雞下髀。但係我記得我以前細個嘅時候係真係要同佢講唔要雞胸咯。但係好搞笑喎，因為我身邊嗰啲人呢，通常都係話我唔食雞胸啊，你可唔可以食雞胸啊？我想食嗰個雞髀，但係佢指嘅雞髀就係雞腿咯。跟住我就話嚇，呢個都係雞髀嚟嘅喎，只不過係雞上髀。係咪我嘅理解有錯，定還是佢嘅理解有錯？但我身邊啲人都係會講話，唔係，可能佢哋仲喺停留喺以前有雞胸肉嘅嗰段時間咯，即係佢哋以為係真係仲有雞胸肉嘅，所以佢哋就冇諗過而家可能已經冇咗雞胸肉咁樣咯。仲要唔止一個人咁樣講咯，即係通常啲人都會想揀雞腿嚟食嘅。因為而家嗰啲餐其實以我所知應該冇雞胸噶嘛，普遍都係一隻上髀同下髀咁樣構成咁。係啊，我最近幾年食就已經都冇見過有雞胸咯，但係以前我學生時代嘅時候真係有。除咗嗰啲雞柳條啊、雞粒嗰啲可能。係咯，嗰啲咪有雞胸咯，但係比較少咯。平時嗰啲套餐多數都係雞髀。係啊，都正常嘅，多啲人中意食。係啊。好，咁我哋即將會探討一下啦。咁呢一間咁受歡迎嘅大型連鎖快餐店嘅故事，佢係開始喺1930年嘅。當時有個叫做哈蘭山德斯 （Harland Sanders），即係我哋而家好人所共知嘅肯德基爺爺肯德基上校啦，喺美國嘅 Kentucky 肯塔基州開咗幾間路邊嘅加油站啊。其實佢原本係加油站嚟嘅，而順便去賣佢自家製嘅炸雞俾過路嘅旅客。咁但係出乎意料之外呢，啲炸雞大受歡迎，佢就一路賣啦，跟住去到1939年左右呢，佢終於調配咗一個秘製嘅香料配方，呢個就係沿用到今時今日嘅呢一個秘密配方。咁最開頭呢間餐廳個名呢，其實一直都係叫做 Kentucky Fried Chicken 咁樣嘅，直到去1991年，呢間公司無啦啦改咗名叫做 KFC。其實我之前唔知佢係原來係改咗名，我只係以為佢係我哋叫佢咁樣做簡寫咯。係啊，我唔知佢真係正式改咗名，即叫做 KFC 咯。當時對於佢點解要改名呢，其實都出現咗好多唔同嘅猜測。Kyle Craig 當時喺 KFC 美國區嘅總裁，佢就話改用縮寫 KFC 係為咗令個品牌唔再受 fried 嗰種唔健康嘅形象劃清界線，即係正如你頭先粥嘅概念一樣。咁 KFC 發言人 Michael Turney 喺1999年接受哈特福郡新聞報訪問嘅時候就話啦，其實呢個改名係兩全其美，中意叫我哋做 Kentucky Fried Chicken 嘅人依然會中意我哋，但係呢，
呢個名又可以令到新客人唔會淨係覺得我哋淨係得炸雞咁簡單，有粥。係可能因為當時公眾已經習慣咗用 KFC 呢個縮寫啦，就算佢未改名之前，可能啲人都已經慣咗叫佢做 KFC。咁所以呢，就算改咗名，嗰啲舊嘅客人都唔會覺得太過陌生咯。而同時呢，又可以吸引一啲唔係淨係想食炸雞嘅人。以上所有呢啲呢，就係官方嘅講法啦。咁但係呢，呢啲講法似乎冇說服到全部人喎。有好多人都依然對佢改名嘅原因作出唔同嘅猜測。首先啦，喺1990年 Kentucky 呢，即係嗰個州啊，美國嗰個州 Kentucky， 將自己個州個名註冊咗做商標，因為佢想增加佢個州嘅收入啦。因為好似話佢有啲唔知咩財務危機嗰啲咁樣，咁所以好似 Kentucky Fried Chicken 咁樣呢類用咗 Kentucky 嗰個州嘅字眼嘅公司呢，就要俾一個授權費先可以繼續用。咁呢個係第一個流傳佢改名嘅原因啦。咁雖然呢個佢註冊做商標呢一個同埋要俾版權費呢個係事實，但係呢都冇證據顯示佢改名係因為呢一個商標政策而導致嘅，即係佢冇出嚟公開講過話係因為呢個原因而改名咁樣咯，冇承認過嘅。咁其實我覺得都有可能嘅，佢喺嗰個州名註冊咗嘅下一年就改名。即係佢喺1990年個州註咗冊，跟住佢1991年佢就改名，合理啊。其實都可能係因為呢個原因啦，但係可能未必係主要嘅原因嘅。但係我覺得係其中一個原因都唔出奇咯。但係如果係真嘅，點解官方又唔承認呢？咁呢樣好似又唔係啲咩好大不了嘅事，又唔會對公司形象有損害嘅，應該我都唔知點解。如果真係因為呢個原因，點解佢唔承認咯？會唔會有人覺得冇需要因為咁而改名？可能啦，有可能係啲公關嘢，我唔識啩。即係會唔會覺得你係呢個發源地開始興起同埋出名嘅，咁其實你都好應該尊重翻呢一個州，但係佢又唔想俾人咁樣話，因為要呢個原因改名，定還是佢純粹覺得冇必要，冇乜特別咋？即係大家個揣測都係正確嘅，我都冇必要出嚟特登係咯解釋翻，其實我唔係㗎咁樣，即係唔重要咯。可能對於佢哋嚟講，即係唔需要澄清或者唔需要特別再去解釋。係啦，咁當然啦，除咗呢個講法之外呢，大家等咗好耐嘅部分就嚟啦。另外一個揣測呢，就係一個好多人講嘅傳聞啦，就係佢哋用咗變種雞，咁所以呢，法律上個名呢，就唔可以再有 chicken 呢個字。所以 KFC 先會無啦啦改名嘅，因為佢哋唔係用雞，即係唔係用真正嘅雞，所以佢哋又唔可以用 chicken 呢個字咁樣咯。傳聞話，咁亦都好似我頭先 intro 所講啦，啲人話佢哋係用基因改造出嚟嘅變種雞啦，佢光禿禿咁樣，就咁用人工輸啲血啊營養入去，咁令到隻雞有多啲肉啊咁樣咯，即係啲骨縮細咗啦。但係我其實冇食過，由 KFC 係啲骨同平時嘅雞有唔同咯。係咯，咁樣啦，平時食嗰個雞髀嘅骨嘅比例同平時啲雞都係一樣。係咯，所以係啦，呢個傳聞都係我哋繼續研究下先。有啲人仲話佢有咩6隻翼4隻腳啊，4隻翼6隻腳啊，7手8腳啊之類咁樣啦。但係其實佢基因改造咗，咁其實都係雞，點解唔可以用翻 chicken 呢個字嘅？佢基因改造咗就唔係真係雞咯，唔係雞嚟噶啦。本體係一隻雞，轉咗佢嘅基因就唔係雞噶啦。Scientific chicken 係啊，係 fake chicken， 唔係真係雞。有啲傳聞呢，仲講到 KFC 係有一啲秘密實驗室，專係研究同埋製造呢啲變種雞。佢嘅原因係因為節省成本，同埋有多啲雞賣啦咁樣。但係其實你而家好理性咁分析，都好明顯會知道呢個係好假啦，呢個傳說。但係唔知點解會有好多人將呢啲傳聞不斷炒作咁樣咯。個原因係節省成本，咁就更加荒謬啦。點解會有人覺得係起一個實驗室同埋搞咁大龍鳳研究同養呢啲變種雞？你不如直接起一個農場，自己養啲正常嘅雞，
唔會平好多咩？就算我哋日常出去買雞啊，都唔會貴啦。而家買雞係唔平㗎喎，據我所知。係咩？但係雞已經係所有肉類之中比較平嘅咯，算係。即係唔會係貴到你要去研究一啲變種雞咯。但係佢研究變種雞，佢養一隻雞已經抵得上幾隻雞咯。但係你研究成本呢，實驗室成本呢，你揾人研究呢，抌咁大個成本出嚟就係為咗賣炸雞。但係你成功咗，其實你唔需要再投放科學家再繼續不斷研發噶嘛。即係你只係需要研發咗個 formula 出嚟，咁你咪用嗰條 formula 去 copy。維持個實驗室嗰啲雞呢，你仲要輸血輸營養俾佢嘅，一定唔會平得過你自己養雞咯。我覺得係時間嘅成本咯，即係你等隻雞大，你當然都可以打啲嘢催佢快啲大。但係時間就係成本啊嘛，即係你就係要喺短時間內供應全球，我唔知係咪供應全球啦，咁多間分店嘅雞喎，會有可能一個地方供應晒全球？冇可能咯。一個地方係咪真係有咁多雞籠先？我覺得錢係嘅，但係純粹時間未必追得上咯。即係你覺得係真係有個實驗室係供應晒全部，除咗 KFC 之外，全球嘅好多地方嘅雞肉都係有個實驗室供應嘅。唔知啊，我覺得唔出奇咯，因為你真係有好多地方係需要雞髀。係啊，係真係有好多地方需要嘅。即係我唔知全球嗰個畜牧業嗰啲分佈啊，雞籠嗰啲數量啊，我都係夠噏。但係我就喺度諗，即係譬如你香港除咗 KFC 啊，咁啊麥當勞啊、Jollibee 啊，或者可能嗰啲韓國炸雞店，其實好多地方啊或者餐廳都係需要雞髀噶嘛，有供應食肆有雞，可能佢都係因應消費者中意食雞髀咁樣，佢可能佢嗰個 menu 都係會用到雞髀而唔係用到雞胸。咁我就諗，即係全球嚟講，係咪真係有咁多雞籠養育到啲成人雞，再輸出到俾全球？我個疑問喺呢度咯，因為我冇數據，所以我唔知咯。如果真係有實驗室背後供應晒俾咁多超市啊嗰啲城啊嗰啲，我覺得唔會冇人知咯。即係唔會淨係傳話淨係 KFC 有咯，因為 KFC 係最主打就係炸雞嘛。但係出面成行成市嗰啲炸雞店，其實佢哋都係全部都係專係賣炸雞。KFC 係個規模性大啲，所以先俾人，所以先講呢個都市傳說就會講 KFC 係咪？點解唔會喺超市嗰度呢？啲人唔會質疑超市啊入貨嗰啲入雞嗰啲，即係急凍雞啊嗰啲整急凍雞嗰啲公司，佢哋又唔質疑呢？可能有，我唔知啊，因為我都冇好了解呢個都市傳說，所以呢個好大個 bug 咯，呢個都市傳說。我覺得唔係完全一定係純粹個供應鏈個源頭淨係來自實驗室嘅。只不過我覺得你話係咪真係零呢？係咪真係全球一定冇呢？我未必認同咯。當然雞籠係有啦，咁當然都有供應啦。我純粹唔係好敢去否定呢個世界係咪一定冇實驗室做緊呢啲嘢同埋供應緊雞咯。我覺得可能有實驗室真係會研究呢啲嘢嘅，但係我覺得暫時市面上係未有咯。市面上未有，即係暫時未真係有研究到出嚟而供應去呢個市面咯。OK。By the way 呢，另外有一個傳聞話 KFC 有賣過炸老鼠添，又係老鼠肉，又係好似上次嗰個 pizza 嗰個老鼠肉咁。係，其實呢個傳說我本身冇諗住講嘅，所以就冇乜點揾資料啦。好似大概就係話有人買咗一啲 KFC 嘅炸雞外賣，跟住其中一嚿嘅形狀就好似老鼠咁樣咯，仲要有條老鼠尾咁樣嘅形狀。咁但係最終係假噶啦，係雞嚟嘅，搣開係雞嚟嘅。只不過佢係真係咁啱炸到成隻老鼠咁樣咯。佢啲炸粉炆得唔好啫。係啊。再講翻變種雞呢個傳聞啦，咁其實我覺得係 KFC 都市傳說之中最出名、傳得最勁。我印象中我開始聽嘅時候就係中學時期咯，所以其實好早都應該已經有傳。係啊，網上甚至有啲假新聞話搗破咗一個 KFC 嘅秘密農場，發現嗰啲變種雞咯。但係最終係發現嗰啲相係 Photoshop 出嚟嘅。
哦，我好似有聽過，係咪啊？即係搗破咗，但係假嘅 fake news 咁樣。係一個專係做 fake news 嘅網做出嚟嘅。咁聽到呢度，頭先都係討論啫，但係都奉勸大家唔好貪得意，周圍去散播呢啲謠言啊。如果唔係呢，分分鐘會俾人告啊。就喺2015年，KFC 嘅母公司 Yum Brands 就向上海市徐匯區法院正式提交呢個訴狀啊。咁佢就係起訴3間公司，包括山西微路況科技有限公司、太原零點科技有限公司同埋深圳營塵安之文化傳播有限公司。佢哋總共有10個微信公眾號，專係協助散播有關 KFC 呢啲變種雞嘅謠言啊。當中有包括經過加工嘅變形雞嘅相啦，仲聲稱啲雞有好多隻翼、好多隻腳咁樣啦。咁啊，佢哋喺度用啲公眾號散播謠言咁樣。咁 KFC 呢，原本就要求每一間公司賠償150萬人民幣。但係最終法院判令嗰幾間公司呢發表正式道歉，同埋罰款60萬人民幣咯，比佢原本要求少咗好多。即係佢告人哋，跟住係勝訴嘅，係勝訴。佢係散播佢嘅謠言啊嘛。你而家有冇改變主意？佢哋勝咗訴之後，我覺得係冇㗎，係冇變種雞。身處喺呢個地方，我覺得所有嘢都好安全。我覺得啲雞係一定係一個冇壓力嘅環境之下成長嘅。係啊，我覺得我身處喺呢個地方食嘅所有嘢都好安全。頭先我都係代表嗰啲係啊陰謀論嘅人講嘢㗎啫。係唔講邊有得討論啦？咪係咯。係啦，咁完變種雞就講完㗎啦。OK。咁但係有記性嘅水手呢，都應該記得我哋今日嘅題目，除咗變種雞之外，仲有另外一部分啦，就係肯德基上校嘅詛咒。咁呢個傳說呢，我唔知你有冇聽過啦。冇。呢個傳說其實係源自於日本嘅。咁話說呢，日本嘅阪神老虎隊其實係一隊歷史悠久，而且喺日本，尤其是喺關西地區都非常之有人氣嘅一隊棒球隊嚟嘅。幾乎每一次佢哋有份落場比賽呢，都會有好多人去捧場。咁時間嚟到1985年10月16號，佢哋喺贏咗中央聯盟冠軍之後呢，一班好激動嘅阪神球迷就湧晒去大阪嘅道頓堀啊，即係嗰個固力果跑步嗰度呢，係啦。咁佢哋就一班球迷就好情緒亢奮啦，仲好失控，變咗半暴徒咁樣。佢哋呢仲衝入咗一間附近嘅 KFC 分店嗰度，攞走咗門口嗰個 KFC 爺爺嘅人像。佢哋唔理嗰啲職員阻止，仲去攻擊嗰啲職員添。點解佢哋攞呢個人像呢？因為佢覺得個樣好似當時嗰個阪神老虎隊嘅一個功臣，佢係外國人嚟嘅，叫做 Randy Bass。咁你知啦，通常贏咗波嗰啲人咪好中意舉起入球嗰個球員喺度拋嘅，拋肯德基爺爺啊！係啊，佢哋就係有樣學樣咁樣將個人像向上拋，啲人仲喺度好興奮咁樣又跳落去道頓堀河嗰度咁樣啦，跟住佢哋仲將 KFC 上校個人像掉埋落嗰條河嗰度。咁之後呢，雖然嗰年球隊的確係贏咗第一次嘅日本大賽冠軍，但係自從之後嗰年開始，連續17年，阪神老虎隊唔單止冇再攞冠軍，比賽成績仲一落千丈，尤其喺90年代至到2000年代，俾人稱為佢哋嘅黑暗時期。咁喺1988年嘅3月，朝日放送 ABC 嘅綜藝節目《Tante Night Scoop》，我唔知中文係乜嘢。佢嘅第一集就播出咗啦，一個綜藝節目。佢其中一個主題就係要救翻沉咗落去道頓堀河嘅肯德基爺爺像。咁當時嘅主持人上岡龍太郎仲語重心長咁講：如果唔救翻個像返嚟，又唔進行呢個拔除儀式，一個潔淨嘅儀式啦，阪神就永遠唔會再攞冠軍噶啦。當時節目呢仲派出咗當時嘅新人探員槍魔律三座去潛水調查，但係潛咗幾次都揾唔到喎。咁呢次節目呢，
播出咗之後就變成咗肯德基爺爺詛咒嘅都市傳說嘅起點啊！到咗2009年3月，大阪市為咗配合水都大阪2009嘅城市整備計劃，即係一個類似可能推廣城市咁樣嘅 event 啦，咁就要對呢個道頓堀村，即係道頓堀嗰條河啦，進行河底嘅清理同障礙物調查。負責工程嘅南海神村建設接到任務之後呢，就派出呢個潛水員，準備進行水底探測同埋打撈工作。當時其實佢哋調查嘅主要目的呢，係要確認有冇未爆嘅炸彈啊、沉船啊，或者其他可能影響到整備工程嘅危險物。潛水員當時就用磁氣探測儀器掃描個河底，喺呢個湧橋下游大概200至300米，靠近南岸大概5米，水深大約2米左右嘅地方，就探測到有金屬嘅反應。於是潛水員就落水檢查啦，喺淤泥之中發現咗一個形狀好似人嘅物體。一開始佢哋仲以為係屍體嚟嘅，不過呢，當打撈上去水面之後呢，大家都好驚訝咁樣發現嗰個所謂嘅屍體其實就係之前1985年俾呢個阪神球迷掉咗落河嘅肯德基爺爺嘅人像啊。被打撈上嚟嘅部分呢，係上半身嘅部分，包括頭同埋身體。但係由於長年浸喺污泥同埋水入面呢，成個人像都係灰撲撲，又污糟又有裂痕咁樣。佢個眼鏡同一隻手腕都唔見咗。不過除咗表面嘅污損之外呢，成個身體結構都依然保存得相當完整嘅。去到第二日啦，潛水員再次落水繼續去揾其餘嘅部分。喺朝早經過一段打撈之後呢，就揾到佢右手啦，之後再揾埋個下半身嘅部分。到咗去大概中午嘅時間，佢哋仲將前一日打撈到嘅上半身同埋新發現嘅下半身同埋右手合併起嚟，最終確認呢3件係屬於同一個像嚟嘅。當時呢，佢哋都有繼續喺附近嘅河嗰度搜索，希望可以揾到剩低嘅左手、腳踝同埋眼鏡，但係結果都係揾唔返。由於判斷破損或者沖走咗嘅機會比較大，所以大阪市方面呢，都喺開工之後50分鐘就正式終止搜索啦。打撈完成之後呢， KFC 方面就對外確認，從呢個人像嘅樣貌、發現地點等等嘅資訊綜合嚟判斷，呢一個人像的而且確就係1985年嗰座失蹤咗嘅道頓堀分店門口嗰個人像嚟嘅。咁原本呢一個人像嘅所有權係屬於呢個道頓堀分店啦，但係嗰間分店已經喺1998年就結咗業，所以呢一座人像最終就由 KFC 總公司接收咗，之後呢，仲正式交還返俾日本 KFC 嘅社長，之後社長就交俾文物修復機構進行基本嘅修復啦。至於缺失咗嘅眼鏡部分呢，係由一個日本著名嘅眼鏡製造地福井縣靜岡市當時嘅生產商送咗一副同型號嘅眼鏡俾 KFC 作為修復用途嘅。咁而修復完之後呢， KFC 就喺同年嘅6月25號喺大阪嘅住吉大社嗰度舉行咗呢個拔除儀式，咁去潔淨佢啦，跟住就公開展出咗呢座像。呢一座像仲喺8月份參加咗呢個水都大阪2009嘅活動，成為咗當地熱門話題。咁 KFC 當然都唔執輸啦，佢都以呢一座像為主題整咗啲限定商品，例如手機吊飾啊咁樣。之後雖然曾經考慮過將呢個人像長期展示喺甲子園歷史館，但係呢最終都冇嘅。之後呢 KFC 就喺年底2009年年底將呢一座人像正式隱退啊。後嚟呢，佢就被移送到去 KFC 總公司，最後喺2017年搬咗去橫濱總部嘅時候，交翻俾大阪嘅關西辦公室保存，之後都冇再展示出嚟噶，冇公開展示。但係去到2024年，佢就再宣布因為老化嘅情況嚴重，好難再去妥善保存，於是呢，就再喺呢個住吉大社嗰度正式做一個
廢棄處理嘅儀式咁樣，完成佢長達接近40年嘅奇幻旅程。所以呢個肯德基人像俾人揾翻出嚟之後都好勞碌啊。Captain Violet， 你聽完之後你相唔相信有呢個詛咒呢？係咪真係直至到佢揾翻修復翻之後就有贏翻波？如果要講日本大賽呢，要去到2023年佢先至再有贏日本大賽嘅。前年啫喎。但係呢，其實要去到參加日本大賽其實都唔容易嘅，因為佢要贏咗一個中聯冠軍先嘅。咁其實中聯冠軍呢，佢就喺2003年已經有再贏過中聯冠軍嘅啦，即係1985年之後。起碼有成績一落千丈，可能揾得翻個肯德基爺爺人像修復翻之後，佢個成績都回復翻，跟住再慢慢上翻去。可以咁講啦，因為其實佢2003年喺未揾翻之前，佢都已經有贏過一次中聯冠軍。2005年都有再贏第二次，跟住2009年先至揾翻個獎。咁之後2023年先至再贏一次日本大賽咁樣咯。咁唔關事。其實我都覺得唔係好關事，因為其實我想講呢，佢哋就算喺之前啦，喺佢哋掉呢個人像，即係啲球迷掉呢個人像之前呢，佢哋都唔係成日贏冠軍。我想講，只不過佢哋係啊，只不過佢哋係咁啱比較有人氣嘅球隊咯。額外嘅小知識啦，佢哋呢個球隊其實係一個好元祖嘅球隊嚟嘅，日本好元祖嘅棒球隊啦，古早味球隊。係佢哋喺1935年就已經成立噶啦，仲早過嗰個中聯嘅比賽。中聯比賽係1950年先開始嘅。但係比賽有咗之後，佢哋都唔係即刻有贏到，佢哋都係1962年先第一次贏咗呢個中聯嘅冠軍咯。跟住好似我頭先咁講，都係要贏咗呢個中聯冠軍先至有資格去參加個日本大賽，做日本第一名咁樣咯。咁所以佢哋係一直去到1985年先第一次贏咗嗰個日本大賽嘅冠軍咁樣咯。所以其實話佢哋之前係咪真係話成日贏冠軍，又好似唔係真係。但係即係佢哋之前一直都成績唔差嘅，即係可能係次次都係爭少少咁樣咯。但係就贏唔到冠軍咁樣。但係好似話佢哋真係自從1985年之後嗰連續好多年呢，佢哋個成績係真係差咗好多嘅，即係比賽表現真係差咗好多咁樣嘅，即係唔係真係差少少咁樣咯。之後咁我唔知係咪真係關事啦，我就覺得唔係好關事，係咯，你都覺得唔係好關事？唔係好關事啊。不過如果球迷真係相信呢個詛咒對於個球隊嘅影響嘅話，咁都係一件好事嚟嘅，起碼佢識得尊重翻呢一啲公眾物品。係啊，唔好毀壞呢啲公眾物品咯。都係嘅，都係一個教訓嚟嘅。姑勿論佢有冇靈性啊嗰啲，咁但係都唔應該要咁樣破壞人哋嗰啲物品。係你去影相咪算咯，仲要捧起個爺爺同埋掉佢落河，我覺得有啲過分。係啊，唔應該破壞公物咯。係啊，可能又真係太興奮，又飲咗酒啊咁樣呢，成班就啲球迷係可以好癲，真係好癲咯。係啊。但係 KFC 都可以話喺即係之後都有被討論咁樣咯，都唔叫做輸晒咁樣嘅。佢仲出埋周邊商品咁樣。係啊，我都會想買咯嗰啲周邊，即係如果係肯德基爺爺嗰啲周邊，係咪？呢排麥當勞都有出翻嗰啲滑嘟嘟嘅周邊啊，滑嘟嘟嘅水壺啊嗰啲。好似話有佢奶昔嗰啲係咪啊？係啊，有奶昔啊。但我比較中意漢堡神偷。係啊，我都想有埋其他人物咯。但佢淨係滑嘟嘟。我唔知係咪一個都市傳說咧，滑嘟嘟，好似真係有啲恐怖嘅遊戲咁樣嘅喎，滑嘟嘟。唔知係咪真係都市傳說嚟？真係㗎？啊，咁可以講下喎。揾下資料睇下係咪真係有。唔知佢哋幾隻嘢係咪有都市傳說？我就係聽過滑嘟嘟啫。但我唔知具體係點樣。漢堡神偷同埋小飛飛，係同麥當勞叔叔。可能而家啲人已經唔認識呢啲人物啦。係啊，而家就係食辣布布和 Chico 啊。辣布布，小飛飛係邊個啊？係辣布布啊，就食，因為都係疊字嘅，好冇？
係啊，好經典咯。係咯，點解其實佢唔用翻呢一啲麥當勞嘅吉祥物呢？係咯，真係唔知喎。而家連要揾真正嗰個麥當勞叔叔坐喺張凳嗰度都唔係咁易揾到。香港有某幾間都仲有嘅。哦，係喎，係喎，係喎。但係呢啲係真係好 signature。係喎，講下又講，真係好耐冇見過。我好似揾資料嘅時候都有立過下，好似話係關於麥當勞嘅人像，就係坐喺張凳嗰度嗰啲啦嘅一個都市傳說咯，即係啲鬼故事咁樣咯，鬼故事啦，應該唔算都市傳說咁樣。哦，即係點啊？識喐啊嗰啲啊？係啊，好似話唔知佢坐喺佢隔離，跟住好似要望住佢嗰啲咁樣咯，類似。哦，但我就冇詳細睇嗰個。我屋企附近都有麥當勞叔叔，新整㗎。哦，唔怪之得啦。但通常都淨係會見到有啲阿叔見到嗰度有張凳就坐咗喺麥當勞叔叔隔離咯。係啊，即係我冇乜經過係見到有啲人去打卡。可能而家啲小朋友已經唔識，唔理啦。係啊，冇乜感覺啊，對於麥當勞叔叔。好可惜。我今日分享就去到呢度啦。好，我好肚餓，好想食炸雞。快啲嗌外賣啦！Captain Violet 下集係咪又係食嘢？唔係啊，相反。吓？相反係咪真係屙屎啊？唔係，唔係啊，好核突啊！唔會講啲咁核突嘅嘢。OK，我下集要大家入監獄，所以大家有得食好食啦。Oh my god！哇，監獄應該好多鬼故添喎，仲係啊，要帶大家介紹監獄入面一啲好神秘嘅嘢。哦，期待期待。好啦，不如我哋而家上岸啦，去食炸雞啊！耶，係啊，要食咗先啊！如果唔係下集就要冇啖好食啦。食完炸雞再好好上路。好慘啊！下集，下次冇人理夾板。係喎，唔係都有趣嘅。不過喺大家食炸雞之前呢，就想問下大家 follow 咗我哋未啊？如果未 follow 嘅話，就記得去我哋 IG search 翻我哋嘅20號 Legendship 20，可以 subscribe 翻同埋 like 翻我哋嗰啲 post 啦，仲可以去 YouTube channel 用翻同樣嘅字眼 Legendship 20聽翻我哋嘅精華片段㗎。咁我哋而家上岸食炸雞啦。好，我哋下集再見。好啦，拜拜。拜拜。